王大陆和陈玉珊合作的第2部电影《一吻定情》在大陆上映首日票房就突破9000万人民币。大卖关键之一就是王大陆挑战高材生的角色，和以往的荧幕形象很不同。他坦言好几度拒绝演出，最后被导演说服成功才答应。电影《一吻定情》，所有你觉得不可能的事，都只是还在等待被人完成的那一天。王大陆重现恶作剧之吻，将植树冷酷高材生模样，在大荧幕上还原日本漫画《淘气小亲亲》里乡情苦追植树的剧情，但其实王大陆好几度拒绝演出。艺人王大陆 vs 陈玉珊，陈玉珊就给我看看剧本，他说这个植树你要不要演？我说我不要，大家都觉得我不像吧？我觉得我不要去这样。那我就说你是演员，你怎么可以说你做不来或你不像就做不到？你做不做得到，那是你试了以后才知道。试镜，他是徐太宇的那套衣服，他有把它穿上来。我那时候心里觉得这态度很好，就是你把这件试镜事情当一回事。确定接下角色后，王大陆做足功课，参考许多外国电影揣摩天才的细节，也找出原著漫画从头看一遍。艺人王大陆，你要演就要对江直树负责，也不要让大家觉得王大陆这么不会演。小时候看小宗郑元畅演的《恶作剧之吻》，我也有去请教他过，但是他没说什么，他就说你好好的加油，应该也是可以的，他也是鼓励我的方式。从我的少女时代爆红的王大陆，第2度和陈玉珊合拍电影，在大陆首日票房突破9000万人民币。两人默契反映在票房上，让王大陆兴起再合作的念头。艺人王大陆 vs 陈玉珊，我下次跟他陈玉珊合作方式是当他副导演。应该是说他也很想帮我，他想学习做幕后。为了拓展戏路，王大陆挑战冷酷高材生，颠覆以往阳光调皮形象，透过电影作品让观众看见他的成长。